来这位是民进党伫新竹市的立委参选人林志杰，当时嘛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法律教授，以清新学者的形象来参选着立委，但是去互指控，甲郭建明做伙去参加一场地方角头的餐会。林志杰是出面来背会，讲当天是去参加学生家长的聚会，隔壁包厢的人客过来甲邀请，伊是礼貌上去甲因拍招呼，才停留10分钟，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，甲分享证件了后，就离开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私刑报复，我们何必设有公权力，又何必要有检警调的机构？大家只要你打我，我就可以打你，那是回到汉谟拉比法典的时代吗？批评新竹市万圣节的游行出现穿乌西面谱人来搅乱。民进党新竹市立委参选人林志杰以法律教授的观点，讲一个为面谱查甫人涉嫌去犯着强制罪，又搁则讲对恶道零容忍，煞去奉协着继续去参加地方角头的餐会。徛伫舞台顶欢头喜面，边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客麦克致辞。选举期间看起来真肃常的走团拜票，要唔过详细看后面的背板，3公机构3合会联谊参会，其实都是新竹地方角头。大量抹黑本人，认为本人是以黑道金源来参选等等不实的言论，但已经搜集相关的证据，欲请检调单位来加以彻查。林志杰讲，当天是参加学生家长的餐会，并宴会厅的人主动邀请，因为要选举，礼貌上过去拍招呼，简单分享证件了后，10分钟就离开，家己并唔知影3公机构。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政治人物跟这种类型阶级身份的支持者往来，但这一些往来互动应该受到社会的公平。选举愈来愈要紧，每一票拢真重要。候选人伫场合的一举一动，嘛正做选战攻防的目标，被放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